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来了福喜来好好运动的单元，教大家跳街舞。我是毛毛老师。运动以前，咱先暖身，数扎头拿向右片上，3秒钟，弯片，同样3秒钟，好。数扎到头拿单高，到右片上向左片送过来，3秒钟，弯片上同样3秒钟，好。鼠标头前，扎顶3秒钟，弯片3秒钟，手掌向头前贴起来，向前送，胸口向后扎3秒钟，手掌向后背翻倒开来，胸口向头前扎3秒钟，好。动作鼠标下来的时间，胸口。同样向头前，各位向后边，后前后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各位往右片上，左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头前，都左右片，都后背都左片，第一拳，第倒转来，第一拳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各位身体向下降，镜头向硬的话唔是硬的变下去，慢慢的，身体都在按钮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来，做这命到天来，尽量去命天来，好，差不多古天才动作啊用，变强松就好诶，3秒钟，头拿来起来。身体鼓下来，脚趾头扎顶，镜头变下来，右片上向左片上两片扎下来，3秒钟，弯片上，脚变下来，脚打侧，手扎到脚底，3秒钟，脚将变头前，后脚打侧，同样3秒钟，弯片上同样。命命脚带，来过去脚打侧3秒钟，好，固定脚竖起来，慢慢的固定，右片上滴拳10拳，左片上滴拳10拳，好，各位身体起好不用轻松，手腕各位脚腕脚掌那片滴拳。不用轻松，弯片。大家动作你就开始做到3秒钟，好，你就知道身体开始流汗，开始热，还用这样做开始运动，这样唔会舒爽，好。今日一开始搞的数的动作，做数，拳头嘛，向右片上送出去，右数，拳头嘛向左片送出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像吹东西一样的，像挡东西有冇？拿铁锤一样的，靠出去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身体做的时间，首先要用标点打侧，让身体向向打侧，首先向后背。竖起来，力量要向头前跌，身体嘛向向停停竖，跌出去的时候，身体向向出去。好，弯片上，右手向后背来，身体出去的时候嘛向下出去，送出去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做的时间因为做一点变化，踢下左片出去。右片出去，左片2摆，右片2摆，5、6、7、8，前一拍，带出去2摆，右手1摆1摆2摆，好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你再
100、100、200，怎么？100、100、200。脚步嘛，共用踏出去100、100，所以左手踏右脚，右手踏左脚。1、2、2步，4、5、6、7、8，做得冇？脚唔好踏唔错哦，哦。你要协调性，协调性就讲，你都做手的时间，我控制你右脚踏出去；右手的时间控制你左脚。200踏出去，左片、右片。好，是100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得冇？脚步，右脚、左脚200，左脚、右脚，踏。好，先记得数，再让脚夹落去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100，躺赢哦。5、6、7、8。2、5、6，好，躺赢哦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记得，看到嘛？手到身体共用打侧，知嘛？手向后背来，身体就向后背来。打出去，身体嘛向头前打出去。腕片上嘛共用，先打下来，送出去，打下来，送出去。身体做的时间就按用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你还提一下动作，记得手像挡东西，像拿铁锤挡东西一样的。5、6、7、8。好，听一下，平常今日教的就手的动作较多，看到嘛？向下来，向下接，不用强松，平的两只手平行，还有向右片上弯，上来，不用转来，向左片上弯上来，不用转来。好，1、2、3，再个向一只方向做100。好，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右片、左片。然后头前共用100、100、200、100、100、200。好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共用你要加变化，变化的时间向右片上来起来的时间，身体向左片上跳过去，弯过来嘛共用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慢慢地做100，手先不要下架，向右片上来起来的时间，身体跳过去，弯下来，像荡秋千一样跌下来，弯那么一下，跳过来，200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按用动作做对冇？再过100，向右片上，两只手向下来，打侧平，用只手向平向样的，好，向右片上，来起来的时间向左片跳，弯片跳右片，过了那片以后，第一只拳，弯片，弯片，到右片以后第一只拳，好，1、
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顺你在方向向右片上方向第一只拳，什么？向左片方向第一只拳。所以你记得动作第一只是右片、左片、第一只拳，左片、右片、第一只拳。好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都前头前，第一只动作记得哦，挡东西，手打侧，身体中央，向后背向头前打出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腳停停向下出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各位腳豎起來，手向右片上打。第一步母跳，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多兩片停。第一步按一母跳，手到右片上，第一步上跳，3步跌拳過來，3、4跌拳過來。順一排動作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唐音哦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5、6。好，再過一擺唐音哦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記得身體經常嘛當東西樣嘅送出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變下來，晚上了，一片上冇停通道，一片上係固定一個地方，固定冇通，手晚上來，晚上來。玩到右片的時間，順便右片上來，第一隻拳再過到右片；玩到左片上來的時間，第一隻拳到左片。順的時間跳右片，跳左片，玩過來。再過玩過來的時間，第一隻拳，玩片，玩片，第一隻拳。好，都頭前開始，5、6、7。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。唐音哦，4擺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停停上毛，哎，用個動作停停上毛，你就開始搞跳舞，開始都練下已經好懂的東西，所以你的有多卡起個有花時間練習的話，一定停停上。好，我記得動作的做的地方、控制的地方都那一片，力量、唐音樂用的去做，唔是搞清楚。你前後一擺睇一遍，唐音樂記住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動作其實唔會講當難，因為你自家跳舞的話，挺重要的係模仿去學，看唔用去模仿一個人做的動作，你看從最基本的動作就會看數。好，按樣的動作開始，最基本的動作開始去模仿好東西，然後像按樣的動作，你就去緊看看毛毛老師做的動作樣的，做樣的樣的，
身体用的去做，身体用的去弹音乐，天天做，唔要紧看紧弹音乐去学，吼练习，紧练习，一天要听音乐，紧看睇以后去想，母族也譬如去弹音乐，过去想讲跳舞那种画面那样的做出来较好看，吼，今比人伊搞的动作拄则片，记得大家专心要练习哦。